美女，你干什么？我可是正经人啊，我是靠劳动挣钱的。我家教很严的，我不能。不是我跟你们吹啊，我做代驾这么多年，遇到过最幸福的一件事情，你们知道是什么吗？6年前的一个晚上，我遇到一个美女总裁啊！总裁，她被下药了。我给她当代驾，我一边给她开车，她就一边撩我，还主动要睡我，这我就不屑了。可是我当时内心可是拒绝的。虽然人家是美女总裁，但毕竟咱们也是……切，这大白天的你就做梦，小说看多了吧？你看，都听出来你是在吹牛了。不是谁吹牛了，这是真事儿。真事儿？那你接下来是不是准备说，那一晚上之后，女总裁就怀上了你的孩子，然后女总裁就带着孩子到处找你，最终找到了你，给了你几百万，让你和她结婚，然后让你当她孩子的爸爸？哎，你们别说啊，我昨天还真看过一本这样的小说呢。哎呀，我也看过。行，不信是吧？不信算了。迈巴赫，豪车，迈巴赫。爸爸，糖糖终于找到你啦！爸爸，这条爸爸爸爸。小朋友，你认错人了吧？我不是你爸爸。他没有认错，你就是他爸爸。你是唐氏集团总裁唐清曼，掌管百亿集团的女总裁唐清曼。她气质高贵，肤白貌美，这也太漂亮了吧！6年前那个晚上，你不记得了？她是你的女儿，今年5岁了。带我走。是你啊！哎，不对啊，就这么一次就怀上了？亲子鉴定书，自己看。她真是我女儿啊！所以你这次来不会是想跟我说你要跟我结婚，然后我要做他爸爸吧？猜对了一半。我这次找你主要是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现在就去跟我领证，咱们俩结婚，你给糖糖做爸爸。第2件事，你跟我再要个孩子。我靠，他居然没有吹牛，女总裁居然还要和他再生一个孩子。耶！爸爸妈妈结婚了，我终于有爸爸了。糖糖再也不是没有爸爸的孩子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就这么结婚了。怎么，跟我结婚还委屈你了？爸爸，我妈妈很适合做老婆的哟，她是模特呢。糖糖，你别乱说啊！爸爸，是真的哟，我妈妈还会瑜伽。糖糖，你再乱说！爸爸保护我。行了，糖糖，咱们走吧。爸爸妈妈要带糖糖去游乐园，你也一起去好不好？我呀？对啊，林阳，之前糖糖每回去游乐园的时候，看到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陪着，还挺羡慕的。你要不陪我们一块儿去？好，我的糖糖大宝贝，你想去哪儿，爸爸就陪你去哪儿，好不好？走，爸爸陪你去游乐场。爸爸，你等一下陪我骑马好不好？陪我攀岩好不好？还要陪我打枪好不好？没问题，
我的糖糖小宝贝想玩什么，爸爸就陪你玩什么。林阳，你记得一会儿陪糖糖玩的时候保存点体力啊，咱俩晚上还得要个孩子呢。我说唐小姐，你为啥这么急切的想跟我要个孩子呢？你是不是今天看我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帅气逼人，堪称男模一样的身材，所以就对我少臭美了。其实吧，我是这么觉得，你要那么想要的话，也不一定非得要孩子。你说咱俩带个小雨伞，那岂不是更安全一点？你看看这个，这是什么？大概1个月前，糖糖检查出了白血病，我跟你的血型都不适配。医生说了，只有亲生的兄弟姐妹才可以。行，我知道了。医生说只剩2年的时间了，如果2年之内找不到合适的配型，糖糖就……你别着急，我打电话问问。你不用问了，我带他去国外也问过了，国外的医生也这么说。爸爸妈妈，你们快来！来啦！绝影，帮我找全世界名医，看看谁有办法治疗这个病。记住，100%治好，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妈妈，那个娃娃好漂亮。小朋友，我们这儿是打气球的，只要打中这上面的全部气球，那个娃娃就归你哦。那我还是走。怎么了，糖糖？你想要那个是不是啊？爸爸，这个气球打不完的。我和妈妈之前打过，我们的枪法都不行，妈妈还花了好多钱。交给我啊，爸爸是神枪手，保证给你拿下。真的吗？爸爸，你真的是神枪手吗？必须，爸爸不光是神枪手，你信不信？爸爸还能1只手1支枪，而且还百发百中。真当自己是神枪手啊？百发百中。我要不是神枪手，你这不百发百中吗？没正形的。来，糖糖，还想要哪个？爸爸，我还想要那个。好，拿下。哇，爸爸好厉害！爸爸真的是神枪手 ！biu biu biu。看来父爱对糖糖成长是不可或缺的。有了林阳照顾糖糖，糖糖能更幸福，我以后也能有更多的精力去处理那些繁琐的事情。哎，糖糖，你还想玩什么？爸爸，我想去坐那个旋转木马，可以吗？当然了，糖糖想玩什么，爸爸就陪你玩什么。哎，先让妈妈带你去，爸爸一会儿就过来。来，走，糖糖，走喽。喂，老大，我和秦淮河老先生问过了，他也说这种情况只能进行骨髓移植。而且只有亲生的兄弟姐妹才有可能配型。不过秦淮河老先生说了，只要能够配型，他有100%的把握能治好。好，知道了。哎，老大，你怎么突然问我这个？病历单上的小女孩是谁啊？是我女儿。老大，我就知道一定是你的女儿，要不然你不会这么问我的。他们还都不相信。老大，我们可以过去看看吗？我们都想见一见小公主啊。哎，可别，你来了再吓着他们。行吧，那我们就先不过去了。不过根据秦淮河老先生所说，老大你最好抓紧时间和小公主的妈妈再要一个孩子。嘿，今晚就要。爸爸，我们家的房子是不是很漂亮？以后你就是这里的男主人哦。妈妈，是不是坏外婆和坏舅舅来了？什么坏婆坏舅舅啊？爸爸，我跟你说，外婆舅舅可坏了，他们一直说糖糖是野种，
还总是想着抢走妈妈的股份。舅舅有的时候还偷偷掐糖糖，糖糖可疼了。林阳，一会儿你带着糖糖直接上楼，这的事我来处理。刘婉芝、唐勇，你们两个在我家里做什么？唐青曼，你现在越来越反复天了，连妈都不叫了。他不过就是一个趁机上位的小三，一个时时刻刻都想要谋求我的家产，想要逼死我的毒妇。你们两个，现在就从我的家里滚出去！你他妈！你这巴掌要是敢打下去，我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你又是什么东西啊？这是我的爸爸，我爸爸很厉害的，以后你和坏外婆就欺负不了我和妈妈了。爸爸？哦，原来你就是6年前那个睡了唐青曼的男人。唐青曼，那看来我们没有说错吧？6年前，你果然是在外面找了一个乱七八糟的男人睡了，然后生下了这个小野种。林阳是糖糖的亲生父亲，我跟林阳也已经领了结婚证了。从今以后，再让我听到你们说糖糖是野种，别怪我饶不了你们。哟，唐青曼，你也是真不挑食啊！这种臭代驾也能看得上啊？哦，一定是你6年前的某一个晚上，寂寞难耐，我用手机下了一个单，找了这个代驾来。唐青曼，你是不是还用这种办法勾引过其他人？比如什么外卖员、快递员？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你居然敢打我儿子！你找死！妈，别动手！周少找了黑龙帮的来帮我，黑龙就带着他们的兄弟过来收拾他，我就不信你他妈还敢嚣张！唐青曼，还有你这个臭代驾，你们就在这等着，哪儿都别去！妈，我们走。耶，坏人终于走啦！听糖糖说，他们经常来闹。那个刘婉芝是小三上位，现在唐氏集团又是100亿市值，他跟唐勇当然是想要多分点财产和股权，就经常过来闹。行，这事交给我吧。对，交给爸爸。爸爸那么厉害，以后坏外婆和坏舅舅一定不敢来欺负妈妈啦。行了，林阳，以后呢，你就负责在家里把糖糖照顾好，公司和股权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上楼吧，走。来，爸爸带你回屋。爸爸，你真的能让坏外婆和坏舅舅不再来欺负妈妈了吗？可是外婆和舅舅身边也会有很多保镖的。哼，就算1万个保镖，爸爸都能轻松应对。黑龙，都说唐氏集团的美女总裁身材好，这今日一见，果然是啊。你来干什么？当然是要你手里的股权了。唐青曼，这是唐氏集团的股权转让书，把字签了。还有，你手下的所有股权全部转让给唐勇。签完字之后，跟我乖乖去找周少。周少可说了，只要我事情办得好，等他把你睡完之后，让我也品尝品尝。唐青曼，你这个小美人，我真有点迫不及待了。林阳，你带着糖糖从后门走，这里我来处理。你呀，先带糖糖上楼，这里我来处理。林阳，这黑龙是海城地下世界的王者，比那个唐勇要难缠多了。你先带着糖糖撤。唐青曼，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别给我拖延时间，给我把字签了。
爸爸先带你上楼回房间，这里啊，场面血腥，不宜小孩观看，会做噩梦的。好，走。那如果我说我不签呢？哼，我黑龙的做事风格你该清楚。你要是不签，那这栋别墅就是你的墓地了。唐青曼，我已经没有耐心了，来啊，把他给我压住！放手！唐青曼，合同就在这儿，你签了，咱们什么都好说。如果你不签，那我每隔5秒钟就剁你一只手指。黑龙，你这么做，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王法，在海城，老子就是王法，老子的规矩就是海城的规矩。唐青曼，我听说你的性子一直都很烈啊，今天我就看看你的性子有多烈啊，能坚持到我剁你几根手指啊？5、4、3，我也给你5秒钟。啊！你们如果以后不想用脚吃饭的话，就现在立刻给我滚蛋！你不说话，倒是把你这么个玩意儿忘了。林阳，你赶紧带着糖糖走，快走！哎，我想起来了，刚才有个小女孩，那是你女儿吧？你说，你女儿要是落在我的手里，你是不是就听话多了？愣着干嘛？动手！别，林阳，你快带着她走啊！你不是让我签字吗？我现在就跟你签，你不要伤害林阳跟我女儿。你说不伤害就不伤害，你越是在意他们，他们对我来说就越有用。还愣着干嘛？动手啊！林阳，你快带着糖糖走啊！就这么几个小喽啰，直接解决就完了，没必要走。我爸爸可是能一个人打10000个的高手，你们几个人根本就不是我爸爸的对手。糖糖，小朋友，就你爸这样的，能一个人打10000个呀？就我这些兄弟，就能把你爸给分尸。哎，糖糖，不是让你回房间吗？你怎么下来了？爸爸，我给你送武器呢，这是我们家的水果刀。爸爸对付他们呀，用不着武器。哎，走走走，回房间，回房间。上！记住，那个男的，给我往死里打。唐兴曼的女儿，先留他一命，给我抓活的。糖糖，回屋睡觉。快去。你们一起上吧，我不想和你们这些垃圾浪费时间。呀！黑龙，你不就是想要我签字吗？你不就是想要股权吗？我签，你能不能放过他们啊？哎呀，你现在知道着急了，晚了！我的人一旦动手，不把人打死是不会停的。况且能死在我黑龙帮的手里，也是他的幸运。你不就是让我签字吗？我已经答应你要签了，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不为什么，我就是让你知道我黑龙帮的厉害。黑龙帮的高手无恶不作，每一个都是1打10的存在。林阳只是一个代价，可能连我的保镖都打不过。再不住手，林阳肯定只有死路一条。黑龙，你想要什么你说，
你提条件我全部都答应你，只要你肯放过他们俩。唐晴曼，我特别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又着急又无可奈何。上面的战斗这么快就结束了，你说你那个男人啊，现在怎么样了啊？要不我带你去看看？唐香曼，你的男人已经被我的人解决了，你的女儿也被我的人控制住，你现在就是个光杆司令，我看你还怎么张狂？走！黑龙，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我求求你，求求你放了糖糖，求求你给林阳加2节火车，我求你了。还修修火车？我看你那个男人8成是死的不能再死了，我倒是可以给你个机会，帮你叫一辆名车，怎么样？是20多个高手，就算是他有3头6臂，现在也没有办法了。唐香曼，你怎么不走啊？难道你不敢去看你男人那个惨重的画面啊？走啊，上面也好精彩，走啊！是吗？那当然是啊。你试试快！你看我像人像鬼啊？区区这么一个小喽啰，要不是场地受限，他们早死了。是，不对，大哥，叫爸爸都没用，给自己叫辆灵车吧。你没事吧？我没事儿，就这么几个小喽啰，还伤不了我。哦，身上的血是他们的。你差点把我吓死了，你知道吗？哦，对了，糖糖还在楼上，你赶紧上去看看他。这个叫什么黑龙的，我来教训他。等一下，黑龙他毕竟是海城地下世界的王者，若真是把他怎么样了，我们将会后患无穷。反正今天也没出什么大事，要不就放过他。是啊，你就把我当成一个屁放了，我保证，我以后看见你们，我躲得远远的。那好，我今天就听你的，饶了这个狗东西。谢谢大哥，赶紧把这里清理干净了，然后滚蛋。好，过来。爸爸，糖糖，爸爸好厉害，打跑了那么多坏人，以后坏舅舅和外婆肯定不敢来欺负妈妈了。那必须的，以后有爸爸在，没人再敢欺负你和妈妈。好了，今天时间也不早了，你该去洗澡睡觉了。那爸爸，糖糖去洗澡了，等一下爸爸要陪糖糖睡觉啊。好，爸爸一会儿过来陪你。快去吧。林阳啊，有个事儿，我觉得我得跟你说一下。什么事儿啊？就是最近是我比较容易受孕的日子，主要是为了糖糖能够早点好起来，所以我想咱们能不能早点要个孩子？放心吧，这件事交在我身上，我保证完成任务。
今天不行就明天，明天不行就后天，后天不行就大后天。我一定每天都保持充沛的体力，直到完成任务为止。一说起这种事你就没正形了。我去陪糖糖洗澡了，你在1楼洗澡，水给你放好了。洗呀洗呀洗澡澡，洗完澡澡宝宝。大灰狼啊，要吃掉小红帽，小红帽却以为这个大灰狼是他奶奶。最后啊，真好，终于有一个家的样子了。这个男人挺有肌肉，在女儿面前也挺温柔。只是，等一下要怎么开始呢？上回是被下了迷药，这回不会很尴尬吧？不行，喝点酒，喝点酒壮壮胆。故事也讲完了，糖糖该睡觉了。我美吗？美。妈妈，你很热吗？为什么穿这么少？爸把胡子长出来了，妈妈帮我看一眼。快睡吧。快睡吧，快睡吧。怎么这突然起来了？听话啊，睡觉。怎么又睁眼了？林阳，糖糖睡了吗？嘘，还没有呢。林阳，头好疼，糖糖睡了没有啊？还没呢，马上了啊。林阳，糖糖睡了没有？妈妈，我还没有睡觉，爸爸已经睡着了。喂，怎么了？什么事儿啊？说。喂，老大，最新消息，秦淮和神医昨天整晚进行研究，最终研究出了能治疗糖糖小公主这类型白血病的方法和药物。也就是说，不用生二胎也能治好糖糖的病了？对，不用生下二胎了，就能把糖糖小公主的病给治好，能让糖糖小公主提前1年好起来，这样就能减轻她的痛苦。太好了，太好了，这是好事儿啊！这秦神医这次可是费了不少劲儿啊！要不是老大您救了他一命，他早就死了。后来给他一笔钱，让他成立了华国排名第1的淮河制药集团。秦老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也就是糖糖小公主生了这样的病，他才会整晚不睡觉研究出这个药。老大，
齐老还说了，他等下就坐飞机到海城来，晚上在海城举办一个宴会，宣告他研究出治疗白血病的药物。哎，那行，让他来吧。大清早的，给谁打电话呢？一个朋友，告诉你个好消息啊，糖糖的病现在……都怪你！昨天晚上我好不容易喝了点酒，鼓起点勇气，结果我还没睡，你就先睡着了。真的太困了呀！哎，谁知道糖糖那么难哄，他硬是不睡啊。要不，咱们去隔壁房间，趁糖糖没睡醒。喂，秦曼，秦神医今晚要来海城，还要举办宴会。你说什么？秦淮和神医要来海城了？那太好了，麻烦您一定要帮我弄一张邀请函，我一定要见到秦神医。太好了，我之前就一直想要见到秦神医，但是人家是华夏首屈一指的神医，我一直没见上。这次他来海城，我一定要见上他，让他给咱们糖糖看看。哎呀，我相信啊，这次秦神医来海城，一定是能给糖糖治好病的。你放心。想肯定是这么想的嘛，但是人家秦神医是举世无双的神医，想见他的人太多了，我也没有把握能够让他治疗糖糖。不过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努力的。唐清曼那个野男人真那么厉害？黑龙带了20多个今日过去，都被他给打赢了。是啊，周少，我也没想到那个臭代驾他身手居然那么好。唐清曼那个贱女人，老子堂堂周家大少爷，追了他那么久，他都不答应。现在倒好了，跟一个臭代驾搞在一起。他妈的，老子难道连一个臭代驾都比不上吗？啊！不，周少，那个臭代驾他跟你舔脚他都不够格，是唐清曼这个贱人，他太不识抬举了他。周总，特大好消息！我们周氏制药有限公司成功被淮河制药收购，而你也被华国南部淮河制药代理人命名为海城淮河制药代理人。你说真的呀？啊？哇，这可真是一个好消息啊！恭喜周少，贺喜周少啊！唐清曼那个贱女人，最近是不是一直在找关系，说想跟秦神医见面来着？啊，让秦神医去治他那个小野种的病。是的，周少，可他怎么都想不到，周少您成了淮河制药集团海城的代理人啊！那他想见秦神医，就得来求求您了。唐清曼这个贱女人，最看重的就是那个小野种的命了。这一次，她若是收到这个消息，一定会过来求我。到时候，你就看我怎么折磨她。周少，到那个时候，为了那个小野种，您无论怎么折磨唐清曼那个贱人，他都不会反抗，反而他还得乖乖的跪下来求您折磨。周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消息，秦神医已经在来海城的飞机上了，他今晚会到。还有，他说今晚会在海城举办一场宴会，在宴会上有一个巨大的惊喜将公之于众。我的天哪，周少，秦神医这是奔着您来的呀！周少，您看看，您刚刚当上淮河制药集团的海城代理人，秦神医就过来了。那这个宴会不是为你举办，还能是什么？并且还有一个巨大的惊喜要公之于众。周少，那这个惊喜除了你还有谁呀？没错，哎，如果不是因为我，这秦神医没有什么其他理由再来海城啊。就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哈，那秦神医居然会这么看着我，把我设为惊喜，然后公之于众。哎，我可真是太荣幸了。哎，周少，那秦神医肯定是看中了您的能力呀，所以才那么看重您。哎呀，唐清曼啊，唐清曼，哎，
老子现在可是秦神医面前的红人了，海城所有的权贵都得来巴结我。这一次，你若是想要秦神医去给那个小野种治病，他只需要我一句话就行。到时候就看你怎么在我面前表现。丞相，那个贱人不就是您案板上的鱼肉任您宰割吗？您让他趴着，他肯定不敢撅着。我就等着看唐清曼那个贱人怎么了求。亮，你一会儿下午记得带糖糖去逛一逛，买点衣服，记得要买最有档次、最贵的哦。毕竟今天晚上是秦神医的宴会，我们一定要穿得得体。白天呢，我先去公司上班，晚上我们再去宴会厅集合。如果顺利的话，当天晚上说不定就可以让秦神医给糖糖看看。其实完全也不用这么麻烦。就这么说定了，我吃好了，先去上班了。拜拜。爸爸，那吃完饭我们还去买衣服吗？去呗，妈妈都吩咐了，咱们得照办啊。那爸爸，我知道有一个水上乐园的商场，我们去那里买衣服好不好？好啊，那你是想去水上乐园玩呢，还是想去买衣服？都想。行，那咱们就先去水上乐园，然后再去买衣服，怎么样？耶，爸爸万岁！哎，糖糖，咱们先在酒店门口等一下妈妈，等妈妈到了，咱们再进去。好。哎，秦神医，店主大人，我已经下飞机了，现在就刚往酒店。您放心，我已经把药带过来了，让糖糖小公主服下去之后，糖糖小公主就一定能好。秦神医的名号可不是白叫的，我相信你。哎，别，店主大人，我在外人面前是神医，在您面前就是一个小弟。糖糖，没事吧？哪儿来的野丫头，居然敢挡我的路？你知道我这车多少钱吗？撞坏了你赔得起吗？你知不知道你差点撞到人了？恶人先告状，你还有理了？我怎么就没理了？是你这个野丫头不看路，挡了我的路。我告诉你，我的车可比这个野丫头的命值钱多了。要是撞坏了，就算是把它卖了，也赔不起。你居然敢打我！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老公是谁吗？老公，小子，我是唐氏集团的财务总监，你女儿挡了我的路，你还打了我的女人。现在我命令你，你立刻跪下来，把我的皮鞋给我舔干净，然后让那女儿用衣服把我的车子给我擦干净，我会考虑饶了你。小子，听到了吗？我老公可是唐氏集团的财务总监，是你这种贱民一辈子都得罪不起的存在。只要我老公一句话，就能让你在海城活不下去。活不下去？我妈妈是唐氏集团的总裁。你妈妈是唐氏集团的总裁？哎呦呦呦呦，我好怕怕哦！野丫头，就你这副贱兮兮的样子，你妈妈去唐氏集团做保洁都没人要她。小小年纪就知道说谎，一看就是穷鬼养出来的丫头。今天我就替你爹娘好好教训教训你。谁敢打我女儿？刚刚是谁说要打我女儿的？唐总，是您啊！唐总，我没有说要打您女儿，我是说要打这个野丫头。她刚才冒充您的女儿，还挡了我的道，还差点把我新买的车给撞坏了。是啊，唐总，这个穷鬼的野丫头还想冒充您的女儿，我们正在帮您教训她。是啊，是。是吗？
她就是我唐清曼的女儿。啊，这怎么回事啊？糖糖，你没事吧？妈妈，我没事。唐总，我真不知道她是您的女儿啊！我要是知道的话，你就是给我1万个胆子，我也不敢啊！那别人家的女儿，你就可以随便欺负了吗？你现在回到公司，收拾东西走人。你被开除了。唐总，不要，我知道错了，下次不要让我再说第2遍。现在，立刻，马上滚！行，走。林阳，一会儿见到秦神医，我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他治疗好糖糖的。行，都听你的。但其实你什么都不用说，秦神医也照样会治好糖糖的。林阳，这种话你跟我说说就行了。一会儿到了宴会现场，您可千万别这么说了。万一要是被别人听到了，秦神医知道，要是不高兴就不好了。好。哎呀，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你好，干一杯。初次见面。哟，这不是我的好姐姐唐清曼吗？哎，你也来参加秦神医举办的宴会啊？还带着一个臭代驾一块儿来？你一个臭代驾也有资格来这种高档的宴会，真是拉低了宴会的档次。你们2个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我就不干净怎么了？我就说这个臭代驾他拉低了宴会的档次，怎么了？来，大家都过来看看。那边怎么发生什么事了？他唐清曼自己来参加宴会也就算了，还带着个臭代驾一块儿来。什么时候一个臭代驾也有资格来参加我们这种高档宴会了？据我所知啊，代驾都是在宴会门口等着，等到宴会结束再来求我们给钱，帮我们开车。对呀，坏外婆，坏舅舅，你们都是坏人！你个小野种，你也是这个臭代驾的种，你也和他一样，没有资格来参加这种高档的宴会。我记得我昨天就跟你说过吧，你要是再敢叫我女儿一声小野种，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你打算怎么不放过他呀？哎，周少，在这个宴会现场，你还打算打人不成啊？周少，这个就是唐清曼找的那个臭代驾。就是他呀。那现在啊，我命令你带着这个小野种滚出这儿，这场宴会不欢迎你们。不过唐清曼倒是可以留下来。你有什么资格命令？你谁呀？我有什么资格？来，你告诉他我有什么资格？哎，小子，你知道秦神医这场宴会是为谁举办的吗？听你的意思，是为他举办的？那当然了，就在今天上午，周少被淮河制药集团任命为海城代言人，刚刚任命完成，秦神医就亲自过来举办宴会，还说有一个巨大的惊喜要公之于众。那很明显啊，秦神医过来为周少亲自准备宴会，并且这个惊喜肯定就是周少啊。唐清曼，据我所知，你一直在动用所有关系，想要请秦神医为你这个小野种治病。现在周少可是秦神医面前的红人了，你若是还想请秦神医，那你可就要好好求一求周少了。周少斌正成淮河制药集团的海城代理人，今天这场晚会就是秦神医为他举办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今天就算是见到了秦神医，有周少斌从中作梗，给糖糖治病，也没有希望了呀。哎，唐清曼，我看你现在好像有点慌啊。哎，不用慌，周少这人他很好说话的，你只要好好的求求周少，再满足一下周少的要求，我想周少肯定会在秦神医面前替你美言几句，让秦神医帮你这个帮你女儿治病的。哎，这可说不定啊。
秦神医这么看重我，还专门来海城为我举办这场宴会。我要让秦神医给这个小野种治病的话，秦神医或许不会答应。但是我要是让秦神医不给他治病的话，秦神医一定会答应我的。唐清曼，这下你可清楚了吧？周少在秦神医面前那就是红人啊！你如果不好好求一求周少，那你这个女儿可就没法治病喽。之前周少一直追求唐清曼，唐清曼自始至终没有同意。现在唐清曼可有苦头吃了。就算吃点苦头，又能怎么样呢？周少，无论提出怎样过分的要求，这唐清曼都得答应，否则他女儿就是死路一条。这个唐清曼平时那么高，今天啊却要求周少，我想这画面肯定很好看，我很期待呢。瓜子儿我都已经准备好了。唐清曼，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跪下来求周少？难道你不想要你女儿的命了？妈妈，你不要求这个坏人，糖糖不治病了。糖糖，你听话，你先去爸爸那边，让他抱着你啊。周少斌，只要你能够让秦神医治疗糖糖，你有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哎呦，唐清曼啊，唐清曼，你可真是能屈能伸啊！那这样吧，那就让这个臭代驾先带着你的女儿先回去，等宴会一结束，咱俩找个地方单独的好好聊一聊。今天晚上你就不用回去了吧？周少斌是吧？我就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厚颜无耻之徒！你个臭代驾干什么？唐清曼，你也不好好管管你的男人，就任由他在这里胡说乱说。如果你们今天要真把周少给得罪了，那你的女儿也别想活命。林阳，你别说了，秦医生，他已经是全华夏乃至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医生了。我之前那个国外的医生，哪怕我们有了二胎，配型的成功率也只会有50%。那也就是说，还有50%的可能性配型是不会成功的。这样糖糖就治不好了。秦神医现在是我最后的希望了。我知道秦神医是你最后的希望，但是你放心，秦神医不会因为这个小瘪三的任何一个言语而影响给糖糖治病的可能。唐清曼，唐清曼，你看看你找的什么男人？不是我瞧不起他做代驾，是他这种底层人根本连我们这些高层的底层逻辑他都不懂。秦神医亲自过来为周少举办宴会，还说周少是他的惊喜，那么重视周少，周少怎么可能就左右不了秦神医的意思呢？唐清曼，我现在已经开始生气了。你如果再让这个男人还在这乱说话的话，真把我惹生气了，你别说1个晚上，就是10个晚上，我也不会替你在秦神医面前说任何好话。不需要。不需要？那你们今天连跟秦神医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哼，我看没有机会跟秦神医说话的人是你吧？那真是太可笑了。今天这场宴会呀，就是为周少举办的。周少怎么可能和秦神医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啊？林阳，你快别说了，一会儿真把他惹急了。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考虑糖糖。你不用再考虑了，我决定了，我今天不会为了你唐清曼去跟秦神医说任何好话，甚至我会去让秦神医不给你的女儿治病。你算个什么东西啊？啊！哦，是秦神医！秦神医来了！秦神医来了！走。
你好，非常感谢您来到海城。您是谁？我是周少斌啊，今天刚刚成为咱们海城的代理人。秦神医，周少这样的青年才俊被您封为淮河制药集团海城代理人，并且您还亲自过来给他举办宴会，视他为惊喜，你真是慧眼识珠啊！那是当然，秦神医还有周少的关系，就像千里马跟伯乐。周少这匹千里马能被秦神医这个伯乐看中，那只能证明双方都是非常厉害、有眼光的人啊！哎呀，你别乱说话。哎呀，不过确实要感谢一下秦神医您对我的抬爱。我知道我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不过您放心，我以后肯定努力的工作，绝对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谁说我今天来这里是为了给他举办这个宴会？没有啊，我们都没有听说。你一个区区海城的代理人，是谁给你的勇气说出秦神医是为了你来举行宴会？我堂堂华国南区的代理人，我上任的时候，秦老爷只不过是打了个电话而已。你还真是自作多情了，秦老怎么可能为了你来海城？你也不撒泡尿照着，你是什么东西？小斌，你现在立马给我滚一边去！你要还继续在这乱说话，信不信我立马废了你海城代理人的职位？哦，我明白了。哎呀！你们两个给我闭嘴！人家秦神医就喜欢低调，还说了今天晚上有惊喜。你们两个就这么口无遮拦把我这个惊喜说出去了，人家秦神医能不生气吗？啊！秦神医，不好意思啊，我一会儿就回去教训他们两个。你消消气儿，咱们这边请坐啊。这个代理人是你提拔的？是，把他给我开了。什么玩意儿？本事没有，还一脸自作多情的样子，看着都恶心。让开！秦神医您好，我是唐清曼，你给我滚开！没看到秦神医发脾气了吗？秦神医，你不用理会这个女人，你这边请，周少为您准备了。你是唐清曼，堂堂小公主的妈妈。堂堂小公主，堂堂小公主。是，我是糖糖的妈妈。你好，我是秦淮河。你好，糖糖生了很严重的病，我想请您帮忙看一看。我知道啊。这样，我现在就给糖糖小公主看。好，那您这边请。太感谢了，来。这是怎么回事啊？秦神医为什么对唐清曼那个贱人态度那么好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今天这场宴会不是给周少准备的吗？可秦神医对周少的态度这么差，反而对唐清曼的态度那么好。玲，你让一下，让秦神医看看。参见店主大人。参见。那个秦神医吧？你是来给我女儿看病的？快看吧。林阳，你态度好一点。无妨啊。我这就给糖糖小公主看看啊。哎呀，好漂亮的小姑娘，真是太可爱了啊！糖糖小公主啊，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你可一定要收下。糖糖小公主，这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你可一定要收下啊！等你长大了，我会有更多的礼物送给你。哎，我说老头，要看就赶紧看，别整那些没用的。林阳，对人态度好点啊你。好，我这就给糖糖小公主看啊。糖糖小公主，来。
把你的手伸给我啊，我给你把脉，不疼，马上就好。好，和我之前的判断几乎一模一样。好，来，糖糖小公主啊，把你的嘴张开，把这颗药丸吃下去，你的病就好了。秦神医，您的意思是，糖糖把这药吃了，他的病就好了？当然了，我昨天晚上可是花了整整1晚上的时间都在研究这个药，今天早上终于研究出来，所以呢，我就马不停蹄的把它带来。不过你放心啊，糖糖小公主服下这个药，这病马上就会好，而且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有任何症状。老头，你没看见我女儿的嘴巴一直在这张着呢？你要喂就赶紧的喂。对，好，哎，来，糖糖小公主，把这药吃下啊！这药丸不苦，很甜的，我里面加了甜的成分。妈妈，我感觉我好舒服啊！糖糖，你是觉得好了吗？妈妈，我真的感觉我突然间好舒服，我好久都没有这么舒服了呢。糖糖，你终于好了。你这段时间担心死妈妈了。秦神医，真是太谢谢你了。唐小姐，您太客气了。您说又给我们糖糖看病，然后又送了那么贵重的礼物，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了。你要多少酬金？我只要拿得出来，我都给您。如果暂时凑不出来的话，我就先给您一部分，剩下的我一定给您补齐。不用，1分钱都不用。您不要钱？真的不要。诸位，我今天举办这个宴会啊，并且之前告知大家，今晚会有个惊喜，而且还会公之于众。它就是我刚刚给糖糖小公主服下那颗药丸。这颗药丸呢，经过我长期的研究，能够精准有效的治疗白血病。只要服下这颗药丸呢，这白血病就能够被彻底的治愈。至于你们之前提到那个叫周少斌的年轻人，他没有资格让我来海城，也没有任何资格被我称之为惊喜。至于他淮河制药海城代理人的职务，从今天开始将会被彻底开除，还有他们家族与我淮河制药集团的合作也将被终止。周少斌，你还有你，你们几个立刻马上给我滚出去！我不想在这宴会上再看到你们的身影。来人呐，把他们赶出去！你们敢呀？我可是对大帅呀！哎呦，怎么能等着？也是，我早就该走了，太嚣张了。来人呐，把他们赶出去！怎么回事？怎么干什么？别推我！你们给我等着！你们！你不能这样啊！从今日起，我淮河制药海城代理人不是华国北区代理人，将由唐清曼女士担任。秦神医，我给你就接着。秦神医为什么对我们家这么好？我怎么知道？不对，你之前就说秦神医一定会给糖糖治病，现在人也的确给治好了。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早就认识他了？对，那个
3、4、5、6年前吧，确实认识。就是他那天有一天喝多了，我给你当代驾，对不对啊？对，所以才就这么认识的。就这么简单？那不然呢？你以为我们俩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瞧你那不正经的样子。他妈的，今天真是把脸给丢尽了！周少，我就奇了怪了，那秦十一本来就是为您举办的宴会，为啥会搞成这样子？还不是因为你们太高调了！秦十一那样的人一直喜欢低调，你们懂吗？你们那么高调，秦十一肯定会生气，所以才会做那样的决定，甚至把我代理人的职位都给开了。啊，对对对，肯定是这样的。儿子，咱们以后要低调一点啊。对，只不过今天这件事情可算是便宜了唐青曼了，居然让秦神医把那个小贱人给治好了。怕是唐青曼以后再没机会求周少了。没有机会啊！找机会都得让唐青曼跪下来求我。贱女人，老子一定要折磨她，折磨她，懂吗？慢点，糖糖。真是太好了，放在我心里这么久的心病，今天总算是解决了。哎，你说，糖糖呢？现在的病也已经治好了，我们还要不要二胎了？其实吧，我是这么想的啊，要不要二胎都不是那么重要，这重要的就是那个过程，咱们不能生疏了。糖糖还在这儿呢，我先上去洗个澡。好，去吧。你先好好陪糖糖。你洗好了叫我。怎么了？地面太滑了，不小心就把脚给崴了。我扶你上床上去。来。肿得这么厉害，我给你揉一下啊。可能有点疼，你忍着点。你揉就揉，瞎看什么呀？好了。不信你下地走走看。没事，来，来。我的电话。别管他。不行，这是我私人号码，大半夜的肯定有什么着急的事找我。喂，怎么了？
你说什么？好，那我现在就过来。林阳，你在家里哄糖糖睡觉，公司出了点急事，我得过去一趟。我陪你去吧。不用，你在家里哄糖糖就行，公司的事我能处理。关键时刻被打扰，不管你是谁，我都要让你知道破坏我好事的代价。魏觉英，给我查一下，我老婆公司半夜出现危机是什么事情？到底是谁在背后捣鬼？老大，我调查清楚了，是周家。周家？周少斌啊？是的，周少斌联合海城城主对夫人公司进行施压，导致夫人目前最大的项目出现了问题。原本能够到位的100亿资金，现在已经到不了位了。好，这个周少斌还真是阴魂不散。你现在就联合天龙殿所有的力量，把周家给我灭了。是。啊，还有，你亲自去联系海城的城主，要是他敢把这100亿资金给我抽调出去，就换一个城主。是。周家，周少斌，你们还真能蹦跶。原本想多留你们几日，既然欺负到我老婆头上了，那就让你们周家在海城消失吧。爸爸，妈妈那么慌张的出去，是不是公司出了什么事情啊？你是怎么知道的？这几年妈妈经常晚上慌张的出去，每次都是坏舅舅和坏外婆搞鬼害妈妈。那我们去救妈妈，好不好？好，有爸爸在，没人再敢害妈妈。走。唐清曼，都是因为你在宴会上得罪了周少，导致周少联系了城主，把原本对唐氏集团投资100亿资金抽调了出去。现在我们的项目搁浅，若是明天上了新闻，公司股票就会跌停。你简直就是我们公司的罪人。不知所谓，真当自己是个总裁就多了不起啊！现在公司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拿什么解决？依我看，你根本就没能力解决这个事情，不如赶紧从总裁的位置上滚蛋，再把手里的股权交出来，由我来担任总裁。哼，唐勇，你来当总裁？你有本事让城主继续投资吗？当然了，我跟周少已经说好了，说我来担任总裁。他不但会说服城主继续对我们唐氏集团进行投资，还会从原来的100亿变成200亿。各位股东，你们可都听好了，我儿子若是当上总裁，不仅仅能解除公司的危机，还能把投资变成200亿。接下来你们应该怎么做？我想你们应该都清楚了吧？这个是他呀，这是他呀，还能怎么办？确实厉害呀！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就应该让唐勇来担任这个总裁。不管怎么说，公司的危机解除了，还能够拿到投资，这对公司来说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唐清曼，公司不是儿戏，你为了给你女儿治病，在宴会上得罪了周少，导致我们公司出现了这么大的危机。这原本就是你自私的行为导致的。我劝你啊，还是直接辞职，把股权交出来吧。这个公司已经不再需要你这种自私自利的人了。哎呀，你们都别这么说，人家清曼的本质就是为了去给孩子看病，他不是可以去得罪周少的。这个事儿肯定不能赖在清曼的头上，知道吧？你他妈给我闭嘴！会说话就说话，不会说话把嘴巴给我封上。你也知道说本质啊，本质就是唐清曼从一开始就得罪了周少，而周少就是有本事对我们唐氏集团下手，让我们唐氏集团破产，让我们这些股东手里的股份变得一文不值。你们都是股东，你们愿意自己手里的股份变得越来越不值钱吗？只要唐清曼这个得罪周少的人从公司里面滚蛋，周少将不再针对公司，公司才能稳步发展，才能继续赚钱。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们都不明白吗？各位，
我就明说了，你们当中有人支持唐清曼，我不反对。但若是唐清曼从公司滚蛋，你们跟着他一起滚蛋！你敢威胁我？老子就威胁你怎么了？老子背后有周少支持，周少背后有城主支持。我今天不光威胁你，老子还他妈打你呢！够了，唐勇！唐清曼，别在老子面前装威严，你现在没这个资格。不就是少了城主投资的100亿吗？我可以去别的地方找新的投资，但是股权，我是1分都不会让出去的。有城主反对，你的公司谁会投资？哎呦，周少呀！唐清曼，收起你的自信。整个海城再也不会有任何人去投资你的公司了，而外地的人有城主的阻拦，也不会有人再敢把钱投到你的公司里去了。所以现在你已经走投无路了。周少斌，你到底为什么要处处针对我？为什么？就因为你他妈的自视清高，就因为你他妈的宁愿跟一个臭代驾在一起，也不愿让老子碰你。现在全世界都说我不如一个臭代驾，老子的脸面都丢尽了。你说我为什么针对你？唐清曼，你不要以为你傍上了秦神医你就了不起了。秦神医是厉害，但他也就是一个医生罢了。他能治得好你女儿的病，他能让你的公司起死回生吗？对呀，主手说的有道理啊。是，也别说老子不给你机会，你要是现在跪下来求我，然后主动去跟我开房，如果你能给我伺候舒服了，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让你继续在这个唐氏集团当总裁。不过你的股份你就拿不回去了，我可以留给你5%，怎么样？周少斌，想让我求你，你想都别想。不求我？难道不求我也行啊？那你现在就乖乖的从这唐氏集团滚蛋，股份你1分也拿不回去。你不是愿意跟那个臭代驾在一起吗？从今天开始你就跟他做代驾去吧。唐清曼，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今天就算你不求周少，周少也照样睡你。你今天求他，他就睡一个心甘情愿的唐清曼；你不求他，他就睡一个被强迫的唐清曼。你今天啊，只有这一个结果。对，你害得老子丢尽了脸面，老子再怎么着也得从你身上讨点利息回来吧。你可别忘了，林阳可是一个人打败了黑龙手下20多个精锐。你要是今天敢动我，你想想你的后果。你少他妈拿那个臭代驾来吓唬老子！我告诉你，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老子也得先把你睡了再说。把唐清曼给我控制住，弄到他的办公室去。我今天就要在你的办公室里把你睡了。周少斌，你过来，你给我去死！给我去死！唐清曼，你干什么？你这是找死啊！唐清曼，你唐清曼，你这贱人！老子要玩死你！我要玩死你！把他给我弄到他办公室去！我今天要不玩死你，老子就不姓周！带走！搞成这个样子！妈妈，我和爸爸来救你了。妈妈，你别怕。周少斌，你这个王八蛋，你敢欺负我媳妇儿，你找死！我找死啊，小子！我看今天找死的人是你。
既然你今天来了，那正好。那我今天就当着你还有这个小野种的面啊，在你们面前让你们好好看看我怎么玩弄他。周少，你没事吧？林阳，你这是在找死！你知道公司现在是什么状况吗？把周少得罪了，整个公司都会破产，到时候我们整个公司所有人都不会放过你。刚刚唐青曼踹了周少一脚，现在你又踢了一脚，你们现在是一步一步的把公司拉向深渊。你们现在唯独只有跪着求周少原谅，再无条件答应周少的所有要求，周少才……哎呀，儿子！哎呦，这么踢啊！你还敢踢我儿子？你找死！女人我也不惯着，还有谁啊？还有谁啊？这……还好吧？没事。那行，咱们回家吧。哎，不行，我还有事没处理好。你说那事儿我都帮你处理好了，咱们回家睡大觉，明天还是光光这样的一天啊。不是，林阳，我不是说他们欺负我的事。公司现在账上有100亿的缺口，我要先把这个事情处理好。我说的就那事儿，资金的问题我已经给你解决了。林阳，你不用安慰我了，这是100亿，又不是什么小数目。唐青曼，你现在知道怕了？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这个臭代驾他帮不了你，100亿的资金你要是解决不了，那你们公司你就待不下去。你这个总裁就得滚蛋。各位股东，应该是你们说话的时候了。那这个情况，赶紧表个态呀！你怎么要是再不说话，那可就是我和我儿子的对手了。唐青曼，你别说我们没有给你机会。既然唐勇说他做这个总裁能够让城主为我们投资200个亿，那么今天晚上你如果能搞到200个亿到公司的账户上来，我还认你这个总裁。要不然你就把你的股份和你的职位都让给唐勇吧。对啊，唐青曼，咱们是股东，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不管怎么样，都要为了我们口袋里的利益着想。谁做这个总裁我不在意，但是如果谁影响到了我的利益，我第一个不答应。说的有道理啊，感觉也是。唐青曼，一个晚上就算你们家开印钞厂的，也印不出来200个亿吧。我劝你啊，还是乖乖滚蛋吧，别垂死挣扎了。就是，既然无力回天，就老老实实认命吧。我就看唐勇比你有本事，这个总裁的位置就应该让给有本事的人来当。各位，麻烦给我3天的时间，我一定筹集到这100亿。不可能！今天晚上这件事情必须解决。哼，给你3天时间，你怎么不说给你3年时间啊？不过有周少和城主2位都在，就算是给你3年，你也弄不到100亿的资金。唐青曼，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就算给你再多的时间，你也搞不来这么多的钱了。你走吧，不要为自己的一己之私影响了我们大家的利益。唐青曼，事已至此，你还不肯认输吗？既然你真的不肯认输，那就快快给周少道歉，祈求周少原谅啊！3分钟，就3分钟的时间，资金的问题立马给你们解决。以后我老婆还是你们唐氏集团的总裁啊！这真的？怎么说呀？3分钟？哎，你这个臭代驾，你知道100亿是什么概念吗？就是你不吃不喝，你干一辈子代驾，你也赚不到这个钱。你连100亿的零头你都赚不到，还扬言什么3分钟解决？你这是风大不怕闪了舌头呀！你有空在这质疑我，不如还是担心担心你们周家吧。不，我们周家有什么好担心的呀？
即便就是跟秦神医合作不了，我们周家依旧也是海城最大的家族，我们的生意蒸蒸日上，没有人可以让我们周家出任何的危险。好，那你不妨打个电话回家看看，我相信你一定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打就打，不过今天就算我打了，你这个臭代驾的话也没有任何的可信度。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我爸关机了，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我爸现在就在家里面安心的睡觉，也就是说我们周家什么事儿都没有。你个王八犊子，你做了什么？我们周家破产了！你个王八犊子，你到底做了什么？现在一股强大的神秘力量正在攻击我们周家，我们周家所有的业务全部停止了，即将面临巨额的赔偿，赔偿金额连我们整个周家卖了都赔不起。周家破产了？哎呀，爸，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周家那可是海城最大的家族，城主的关系跟咱们这么匪浅，咱们周家怎么可能破产呢？哎呦，我有心思跑来这里跟你开玩笑啊！爸，你说真的呀？咱们周家真破产了？我动用了所有关系，才最终打听到，是你周少斌得罪了天龙殿，导致天龙殿才对我们周家动手，这样导致我们周家破产。你到底做了什么啊？天龙殿就是那个跟巨龙一般的存在，不是，不可能的。我跟那个天龙殿，我根本就没打过交道，我怎么可能得罪他们呢？是啊，周家主，像周少这么低调做人，他怎么可能会得罪像天龙殿那样的存在？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是天龙殿搞错了？搞错？天龙殿怎么可能搞错啊？我在京城的朋友打电话跟我说，就是你，我的儿子得罪了天龙殿殿主，天龙殿主亲自下命对我们海城周家动手，这样才导致我们周家破产。难道海城还有第二个周家吗？啊，我们搞错了，我怎么可能搞错？不是爸，那天龙殿所有人我都没有接触过呀！啊，这段时间我唯一有过冲突的人，那就唐清曼一个人，还有这个臭代驾，他没了呀！难道不可能？他就一个臭代驾，怎么可能是天龙殿的人？这绝对不可能！我和天龙殿有没有关系，那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你还是赶紧回去处理你周家那烂摊子。烂摊子，我们周家即使是破产了，那唐家依旧不好过。城主根本就不是因为我是周家大少才帮我对付唐家的，真正的原因是我爸跟城主大人是从出生起，他俩就一直是好哥们儿。即便是我们周家破产了，唐家的危机照样不能解除。所以唐清曼，你唯一能做的还是来求我。周少斌，你们周家现在都已经这样了，你干嘛还要处处针对我？你有这个功夫好好管管你们自己家的事不行吗？唐清曼，老子就是要搞你，老子就是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老子周家已经破产了，我正好要找个地方发泄一下，你赶紧求求我，求我好好折磨折磨你。就你说这话，你就该死！好小子，你给我等着！我现在就给城主打电话，我立马让他投资唐家的那100个亿，现在就打进唐勇的账户上。啊，真的吗？哎，从现在开始，唐勇就是唐家的家主，而你跟唐清曼现在立刻滚出唐家，你们一家人就彻彻底底的做个穷人吧。
不行啊，这唐氏集团是我母亲一手创立的，如果真的毁在我手里，那我就真的对不起我母亲了。放心，这周少斌那小瘪三蹦跶不起来，他根本就打不通那程主的电话。可笑！哎，我爸跟城主大人那可是好哥们儿，我连他私人号码都有，我怎么可能打不通他电话呢？你打。打？但是打之前，唐千曼，我希望你明白，等我打出了这通电话，你到时候想跪着求我，主动求我折磨你，也没有用了。毕竟，这个是……你屁话怎么这么多呀？要打就赶紧打，不打就给我滚蛋！好小子，老子现在就打这个电话。唐千曼，你记住了啊！你接下来的下场都是这个臭代驾造成的。看，通了，通了。你等着，老子再打一个。喂，城主伯伯，我又挂。爸，这城主伯伯怎么回事？他怎么老挂我电话啊？什么原因啊？你城主伯伯可能在忙其他事情，他贵为城主，日理万机，这很正常。那是不是城主伯伯？对，那是你城主伯伯，他一定是知道我们周家的事，所以不惜千辛万苦的过来帮忙我们解决问题。城主伯伯，大哥，非常感谢，知道我们周家有困难，这么晚不辞辛苦的过来帮忙，实在感谢了啊！你们两父子在这儿干什么呀？城主伯伯，既然您来了，那您就帮我一个忙。我之前不是求您，就是帮我投资唐家那200个亿吗？您就尽快落实一下，然后直接打进那个唐勇的账户里面就行。唐七曼这贱人，您就别管他了。啊，大哥，你认不认识这个天龙殿店主啊？帮我们说说好话，我们周家可不能这么就破产了呀。对。大哥，周启正啊，周启正，你可真是养了个好儿子！你知道你这个好儿子害得我有多惨吗？啊！就因为老子帮他对付唐清曼，唐总，害得老子得罪了天龙殿的店主。现在你们竟然还让老子帮你！老子现在恨不得杀了你们2个王八蛋！又是天龙殿？不是，这唐清曼到底有什么本事啊？居然被天龙殿店主这样护着，先是让周家破产，又让城主大人惊恐万分。我想起来了，秦神医帮那个小爷糖糖治病的时候，态度那么好。会不会也是因为天龙殿？不是城主伯伯，天龙殿为什么老帮着唐清曼？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啊？我知道吗？周少斌，从今以后不要再喊我，我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啊！哎，唐小姐啊，实在对不住啊。之前我真的是不知道您还有天龙殿这么强大的背景关系，请你原谅。那么现在，我宣布，我以我城主的身份，以唐清曼小姐的名义，注资1000亿，进入唐氏集团。那么从今往后，谁若是和唐清曼小姐过不去，那就是和我过不去。至于唐勇和刘婉芝这2个人，逐出唐氏集团。
死2人名下所持的股份，也全都由唐清曼小姐持有。从此以后，这2人跟唐家以及唐氏公司不再有任何关系。城主大人，不要啊！不要把我们赶出去，不要没收我们的股份。要是没有了股份，我和我儿子以后怎么活啊？城主大人，求你网开一面，我们以后对唐清曼马首是瞻，求你们给我留一条活路啊！闭嘴！你们这些人得罪的那可是店主，不是我。我刚才所说的这些话，也只是传达店主的命令而已。你们要求就去求店主吧。唐小姐，你也都瞧见了，希望您能体谅我这个城主的难处，进而在店主面前帮我多美言几句。那么以后，但凡您有任何需要我出面帮助的话，尽管言语，千万别跟我客气，我保证全力以赴，圆满完成。你看满意啊？啊？我根本不认识所谓的天龙殿店主，他为何这么帮我？还有，林阳从进来会议室开始，就一直表现得很淡定，并且他还说一定能给我解决资金问题。周家破产的事情，周少斌都不知道，林阳就已经知道了。难道他就是天龙殿的店主？林阳，我有事要跟你说。什么事儿啊？你到底是什么人？你难道是天龙殿的店主？我？天龙殿店主？怎么可能？你看，6年前你认识我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代驾；前几天你找到我的时候，我也是一个代驾。一个天龙殿的店主，他怎么可能是代驾呢？哦，对了，那个，你说那什么天什么龙殿是个什么东西啊？我暂时还不能暴露我的身份。如果妹妹还活着，国外的势力若知道了这些，就一定会绑架我妹妹来威胁我。你再等等，等我找到妹妹之后，我就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也是，如果你真的是天龙殿店主，又怎么可能去做代驾呢？并且天龙殿的店主一定是很威武霸气的存在。你似乎还差了一点。我还不够威武霸气啊？你跟威武霸气沾边吗？要是不沾边，我怎么会百发百中呢？闭嘴！不用开车，走啊，开车走吧。愣着干嘛呢？开车啊！不是说你不要我动不动就开车的吗？我让你开这个车。哦，好。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其实我不仅威武霸气，我还是传说中的一夜8次郎，而且我还能变换各种姿势。你在干什么？开车。你给我滚！你笑什么？你笑？操！这口气我忍不下来。凭什么？凭什么？我们这么大的周家说没就没了？儿子，天龙殿，我们惹不起。这别墅只能住今天1晚了，明天就搬出去。不行啊，爸，这口气我必须得出，不然
我就算是死了，我也咽不下这口气。怎么出啊？我们周家就算是鼎盛时期，也不敢跟天龙殿有任何抵抗，更何况现在已经是丧家之犬了。我不管，这口气我必须得出，哪怕是付出我的生命。我不甘心，我不甘心，我不甘心，我们周家就这么没了。好吧，儿子，你想怎么做就去做吧，再差也不会比现在更差。城主大人，你怎么来了？你们也都别生气，我今日只不过是迫于天龙殿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城主大人，你我这么多年兄弟，我理解你今日的难处，可是我不甘心，我们整个周家就这么没了。周家想要重塑辉煌，肯定是不可能了。不过，你们要是想报仇的话，我倒是有一个办法。您请说，城主大人。你有什么办法？这件事情虽然有天龙殿插手，但归根究底还是那个唐清曼。你们若是想报仇，只需针对这个唐清曼即可。说了等于没说一样。现在就是因为有天龙殿插手，我们才没有办法对唐清曼动手。儿子，听你城主伯伯把话说完。天龙殿固然强大，但近几年，咱们华国也崛起了一股新的势力，几乎可以达到和天龙殿比肩的地步。而我刚好在里面有认识的人，我可以给你们引荐，让他们帮你们报仇。若他们出手的话，天龙殿即便想要庇护这个唐清曼，也得顾忌3分，甚至极大可能不会因为一个区区的唐清曼和他们闹翻。城主伯伯，你说的这个势力，难道是凤玉阁？没错，就是凤云阁。而我和这个凤云阁的诱护法刚好有些死角，若你们真的想报仇的话，我现在就可以和他联系联系。好。真是累死了，折腾到大半夜。好在啊，一切都有好消息。现在周家被彻底覆灭了，你那个后妈，还有那个弟弟，也都被赶出家门。以后你就可以彻底消停了。总算是消停了。不过城主府那边又追加了1000亿的投资，接下来肯定是有的忙了。但是接下来可都是好消息，咱们今天晚上好好庆祝一下。这可以有。一会儿你带着糖糖先洗个澡，我去做个菜，然后弄点香槟，咱们不要！为什么？啊？爸爸，我们叫外卖好吗？爸爸，你听说过黑色的红烧肉吗？你吃过放糖的炒白菜吗？还有，你见过有内脏的清蒸鱼吗？糖糖闭嘴！爸爸救我！不是你的厨艺真的有这么抽象吗？我不是从小就不太会做饭吗？之前好不容易试了一回，红烧肉吧掌握不太好火候，炒白菜又把糖当成了盐，然后清蒸鱼忘了处理内脏。行了，你带糖糖上楼洗澡，这菜我做。你还会做菜？至少不会把糖当成盐。你闭嘴啊！
是吗？那我也尝尝。还真的挺好吃的。林阳，要不以后你就在家带着糖糖给他做饭吧，公司的事儿我来处理就行。你的意思是想让我当家庭主夫啊？怎么不行啊？也不是不行，但是那个待遇怎么样呀？1个月给你20万。我说的不是这事儿。那你说的是什么？比如说，暖床。糖糖还在这儿呢。我听不到，我什么都听不到。爸爸妈妈，老师说晚上吃太多东西，嘴里会长蛀牙，所以糖糖先不吃了，先去睡觉了，拜拜。哎，这孩子真懂事儿。老婆，我再敬你一杯。祝贺你，以后就成为1000亿富婆了。我是真没想到，我现在都感觉跟做梦一样。这么多年，刘婉芝跟唐勇2个人一直在背地里头给我使各种绊子，现在他们俩居然就这么被赶出唐家了，再也不会给我造成任何困扰了。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今天真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来，干杯！那我就舍命陪老婆了。这点酒量。等一下。我们今天去那个房间。好。是谁昨晚看了一整晚的电视？你的被打得好惨，吵得我一直睡不着，好困啊！宝贝啊，昨天晚上没睡好的话，今天白天咱们就补一觉。对，宝贝，那今天白天就在家里好好睡觉，哪儿也不去，好吗？不行，今天我要去幼儿园上学，学校有运动会，我不能缺席。爸爸，你晚上给我做好吃的好不好？好，糖糖想吃什么，爸爸都给你做。我想吃烧烤、烤生蚝、烤肉串、烤年糕。行，没问题。烤别的就行了，烤生蚝就算了。我今天晚上还想好好睡一觉呢。妈妈不让吃。宝贝，那今天晚上就让爸爸给你做饭，妈妈先去上班了。你生蚝、腰子、韭菜都不许买，听到没？你们还没有我哥的消息？回禀阁主，我们已经发动所有情报人员，在华国内到处寻找，却始终没有找到有关你哥哥的消息。看来走护法不太用心啊。我们凤运阁乃是世界第2大组织，要想找个人，怎么可能会找不到？你这是什么意思？有本事你来寻找就是。这种小事还是交给你这样的废物去做吧，我可不像你那么没用，只配做这种小事。
你好了，你们两个别吵了，各司其职即可。左护法，抓紧时间给我找。我哥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他。是阁主，我一定尽全力为您寻找。记住，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是。阁主，这左护法的能力，怕是已不能担任护法一职。和他并列为左右护法，我都觉得丢脸。倒不如把他降级。你退下吧，左护法的能力我心里有数，无需你多言。阁主，怎么了？我听说海城城主最近有联系你。记住，我们凤运阁跟天龙殿一样，成立是为了维护和平，不能够恃强凌弱。如若让我发现，必定严惩。是，阁主，我知道了。您放心吧，凤运阁的规矩我谨记在心，不会做那种事的。说不恃强凌弱就不恃强凌弱，你是阁主，有的是钱，富可敌国。可我不是，要是不接这样的活，我上哪儿挣钱去？不过林素素，你也没机会反击了。我已经联合了凤运阁大部分人谋反，等到时机一到，我就联合这些人谋反。到时候林素素，你只有死路一条，而我会是这凤运阁阁主，你那个哥哥说不定早就死了。你不是想见你的哥哥吗？等我谋反成功，我就送你下去，和你的好哥哥团聚。海城城主是吗？把钱立刻汇入我的账户，我立马带人去海城会合。哥，这10几年里杳无音讯，如今是生是死啊？哥，你是我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也是小时候对我最好的人。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找到你。糖糖，在幼儿园要听老师的话，爸爸下午放学就过来接你。那爸爸，你下午来接我的时候，给我带上我最爱吃的烤肠。妈妈平时都不让糖糖吃，说不卫生。好，爸爸给你带。快去吧。爸爸再见。绝影，你怎么来了？老大，通过我们的调查，你妹妹的情况有一些线索了。什么？真的有眉目了？什么情况？快跟我说说，我妹妹是不是还活着？老大，我现在所得的情况还没有那么多，唯一得来的消息就是你妹妹当年和你走散之后，据说是被人领养了，等她稍微长大了一些，就被送去了国外。国外？是的，老大，这个消息比较可靠。据说你妹妹当年被送到国外的时候，已经10岁左右了。由此来看，你妹妹现在还活着的可能性很大。原来她去了国外了，难怪这些年我在国内哪怕海城我一直找不到她。绝影，你给我想尽一切办法去找，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她。放心吧，老大，我已经派人去国外寻找了。对了，老大，周少斌他们最近有一些小动作，据说和风韵阁有关系。没想到这个周少斌竟然跟凤韵阁联系上了。据说是城主帮忙牵的线。老大，需不需要我
暗中把他处理掉？不用，这里是华国，是法治社会，别动不动就杀人的。这周少斌想玩，我就陪他玩便是。区区一个凤运阁，在我眼里，跟当初的周少斌没有任何区别。唐总，周家的家产已经全部准备完毕，现在全部纳入我们唐家产业之中。唐氏集团将成为海城超级集团。淮河制药集团今天中午在海城7星级酒店为您举办一场仪式，正式宣布您为淮河制药集团华国北区代理人。城主府的1000亿资金已入账，现在我们项目将顺利开展。按照公司股东们的要求，我们将开一场发布会，宣布这个项目开展。行，这些事儿你帮我处理好。是。右护法，唐清曼已经到手，现在我随时可以带他上车。地址你是知道的，把唐千曼带过去，一切以周少斌的安排为准。周少斌要怎么玩弄就怎么玩弄，若是唐千曼敢反抗，你就给我控制住他。是。右护法，您喝水。右护法，请您这次一定要帮我们解决掉林阳和唐清曼。是啊，这唐家本来就属于我和我母亲的，也不知道唐清曼做了什么狗事，居然被天禄殿庇护，还把我们赶了出来。我和我母亲都咽不下这口气。少废话，我只要答应的事情，我自然会做的。林阳和唐清曼只有死路一条。至于唐家的产业该如何分配，那是你们和周少斌的事情，我不管。那就好，那就好。只要唐清曼和林阳死了，我们和周少怎么分，那也比咱们现在的处境要好啊。对呀，对呀，有风韵阁右护法出手，天龙殿也不敢插手。林阳就算是再能打，也绝对不可能是堂堂右护法大人的对手。至于唐清曼那个贱人，落入周少的手中，今日势必会成为周少的玩物。周少说了，他现在恨透了唐清曼，他要将唐清曼给好好玩一顿，让他痛不欲生，最终被活活玩死。哦，林阳，你回来了。你们两个都已经被赶出唐家了，怎么还在这儿？哼，赶紧给我滚出去！赶出去！我们母子俩呀，非但不会被赶出唐家，并且这里也会马上成为我们的地盘。儿子，把手机拿过来。手机给你。林阳，让你好好看看，你的老婆唐清曼这会儿正在被周少玩弄呢。唐清曼啊，唐清曼，你始终还是落到我的手里了。周少斌，你到底要干嘛？快给我放开！你说我想干什么？你害得老子整个周家都没了！你说我今天会把你怎么样啊？周少斌，你就不怕天龙殿吗？你少他妈拿天龙殿来吓唬老子！我这次请凤印阁出手，就算天龙殿再想庇护你，但是你想过吗？他们会为了你唐清曼去得罪整个凤印阁吗？凤印阁的右护法现在正在你的家里，等你男人到家之后，他就会亲手杀了他。所以这次没有任何人能再来救你，你不要再抱任何幻想，就等着彻彻底底的被我玩弄吧。就算死也不会让你如愿的。死？你想的倒是挺美的。今天你死是肯定得死，和你那个男人齐阳一起死。不过我不会让你死的那么容易的。
我会好好陪你玩儿，然后再让其他人陪着你一起玩儿。你知道吗？我今天为了照顾你，我特意请了100号男乞丐过来，他们现在正在门外等着呢。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老子就是要让那些男乞丐们都品尝品尝平日里看起来高高在上的总裁唐清曼究竟是什么滋味。另外，我还要拍摄视频，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看一看你唐清曼的另一面是个什么样子。周少斌，林阳比你说的那个诱护法厉害多了，他现在肯定已经在来救我的路上了。你知道那个诱护法，一个人能打100个人，林阳在他的手底下绝对不可能活着。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林阳能打败诱护法大人，那又怎么样？从唐家到我们周家别墅起码有50公里，就算他现在开车的话，起码也得30分钟。而我现在就要办你。来人，把唐清曼给我弄到沙发上去，让外面的那100个乞丐给我准备好。等老子结束了，就让他们一个个的来。唐清曼，老子这次绝对不会耽误任何时间，我现在就办你。滚开！唐清曼，林阳一个臭代驾都能睡你，老子睡你怎么了？你要再敢乱动，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你？周少斌，我就算死也不会让你得逞的。如果林阳真的会被杀死，我与其被周少斌和那么多人侮辱，还不如自己了结。你个贱人，你还敢咬舌自尽！老子说过啊，我今天不会让你死得那么痛快。来人！来人！把唐清曼的嘴巴给我掰开！咬啊，唐清曼，你继续咬啊！我看你还怎么咬舌自尽！今天要是不让你在清醒的状态下享受这非人的折磨，老子就不姓周！唐清曼，你能不能给老子老实点儿？既然如此，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老子现在就一鞭子一鞭子的抽你，我看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我告诉你，我现在睡不睡你我已经不在乎了，我现在唯一在乎的事就是怎么折磨你，无论用什么方式都行，我只要能把你折磨的生不如死。唐清曼，你现在知道怕了啊？那你知不知道，你越怕我就越兴奋啊！你今天敢动我的女人一下，唐家别墅就是你的墓地！不可能，这不可能！你怎么会打得过诱护法？而且你绝对不可能来得这么快！绝对不可能来得这么快！我，区区凤运阁的一个诱护法，老子杀死他，跟碾死一只蚂蚁一样。你就是林阳，周家居然花重金让我来杀你这个小喽啰，真是大材小用，去死吧！不可能，诱护法大人以一敌百，绝对不可能被你杀死。我知道了，一定是你根本就没有回家，所以说你根本就没有和诱护法碰面。我现在就打电话给诱护法大人，让他现在就来杀了你。
城主伯伯，你快联系右护法大人，让他过来杀死林阳。右护法大人死了？这怎么可能？右护法大人怎么可能会死呢？不仅右护法大人死了，唐勇和林婉之也被杀死了。右护法大人居然死了，居然被林阳杀死了。你和唐勇、刘婉之都给了你们活命的机会，你们却一而再、再而三的不知死活。既然如此，我今天就杀了你和你爹，永绝后患。不行，林阳，这个是我爸，你不能杀死他。我告诉你，我爸跟城主大人可是好兄弟，你现在杀死了他，日后等城主大人追究起来，你根本就没有活路。那你就看看我敢不敢杀死你爸。爸！李翔，你竟然敢杀我爸，我杀了你！住手！周少斌，李阳他手段了得，你现在冲上去就是找死。城主大人，他杀了我爸，他杀了我爸呀！我一定要杀了他，为我爹报仇！我知道你要为你父亲报仇，可是以你现在的能力，还远远不够。林阳，你知道你杀了凤运阁的右护法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捅破了天！我已经这个消息告诉了凤运阁阁主，此刻凤运阁的阁主正在赶来海城的路上。凤运阁阁主实力超强，以一敌万都不在话下。传闻只有那天龙殿的殿主才能与之一较高下，而你杀了他的右护法，待他来到海城之后，他定会亲自杀了你，为他的右护法报仇。你就等死吧你！林阳啊林阳，你这次是彻底的没有活路了。现在凤运阁的阁主要亲自来杀你，就算你有三头六臂，也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生还的机会。爸，你死得好惨啊！不过你放心，凤运阁的阁主亲自来了，那个林阳他一定会死。没事吧？雷阳，凤运阁的人已经在路上了，你快走啊！走？往哪儿走？凤运阁的能量遍布全球，无处不在。只要是在这个地球上，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他们都会把你抓出来，然后把你杀死。林阳，你知道吗？这整个世界上只有天龙殿殿主才有可能从凤运阁阁主手掌里面逃脱，而你是根本没有任何可能从他手底下逃脱的。林阳，你快走，快走，快走！来，没事的啊。你不是一直都想问问我到底是谁吗？我今天就告诉你，我就是天龙殿的殿主，区区凤运阁的阁主，在我眼里根本就不算什么。青曼，原本打算找到妹妹之后，再跟你挑明我的身份，但眼下情况紧急，我还是跟你先说吧，避免你过度担心。不是林阳，你说你是天龙殿的殿主，你真是把我逗笑了。你瞅你这个样子，像是天龙殿殿主吗？真是可笑。城主伯伯，你听说过一个天龙殿的殿主会在这海城连续几年就做一个代驾吗？根本没这个可能。高高在上的殿主，别说做代驾了，就算我这个城主的位置让给他，他都不稀罕，又怎么可能当代驾？只怕
是听到了凤运阁阁主要出手，害怕了，所以他吓破了胆，语无伦次了，对吧？我猜也是如此。人只有在极度恐慌和惊吓之后，他就会语无伦次，试图让自己放轻松吧。林阳，你快别瞎说了，你怎么可能是天龙殿殿主呢？我可是清楚的知道，你之前可是做过几年代驾司机的。你快别说了，我现在去给你找架私人飞机。咱们先离开华国，去国外待一阵子。他们就算再厉害，也不可能100%找到每个地方的啊。好了，老婆，你别担心了，我真的是天龙殿的殿主。你想想前几次，秦神医为什么要帮你？还有，是谁给城主施压，给你们公司投资1000个亿？要不是我是天龙殿的殿主，那天龙殿为何要如此帮你？见过殿主，见过殿主。天主，他真的是天龙殿的殿主？起来吧。这不可能啊！他不过就是一个代驾，怎么可能是天龙殿殿主？而且天龙殿殿主怎么可能这么年轻？林阳，你真是天龙殿殿主？嫂子，你的老公就是天龙殿殿主，如假包换的那种。老大，我刚刚一直在保护糖糖小公主。我听说凤运阁的阁主正在赶来海城的路上，势必要为右护法报仇。无妨，来了就来了。雷阳，就算你是天龙殿的殿主又如何？我也知道你很厉害，很强大，但是你的天龙殿已经是过去式了，而凤运阁则不同，那乃是新崛起的新势力。虽然外界一直在传凤运阁的阁主他的实力跟你比差那么一点点，但是传言终究是传言。天龙殿如此强大的情况下，凤运阁还能崛起的如此之快，就充分的说明凤运阁的阁主实力比你更强一些。等他来到之后，还是会把你给杀死的。聒噪！这样，算了，既然他认为凤运阁的阁主比我实力要强上100倍，那我就先让他多活一会儿。我倒想让他们看看我和凤运阁阁主到底是谁的实力更强。是啊，区区一个凤运阁，在我们殿主面前确实不值一提。凤运阁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也无非是我天龙殿从来没把它当成一回事而已。凤运阁阁主到！凤运阁阁主到！见过阁主大人。我听说我凤运阁右护法在海城被人杀害了。阁主，杀死右护法的那个人就是他。是啊，阁主大人，他还说他是天龙殿的殿主，但我这么看来，也就这么回事儿。阁主大人，只要您今天能把他杀死，替右护法报仇，那么从今往后，你们凤运阁将会是整个世界上最强的势力了。阁主，这个人好像真的是天龙殿殿主，他身边站着的是天龙殿的绝影。殿主这些年一直消失不见，就是绝影一直在处理天龙殿的事务。你就是天龙殿的殿主？是我。我凤运阁和天龙殿一直井水不犯河水，今日你杀害我右护法之事，难道你不给我一个交代吗？我给你什么交代？你的右护法要杀死我，还帮着他们报复我的妻子。我杀死他，在法律层面上那属于正当防卫，我为什么要给他一个交代？林阳，你少说那些个没用的，这可是凤运阁的阁主，他就是最大的王法，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而你杀了他的人，那么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阁主大人，
我求求你，你帮我杀了他，只要你能杀了他，无论你们风云阁想要什么好处，我都想尽办法给你们，哪怕是要我的命，我都给你。是吗？那我要你的命，你给吗？是的，阁主大人，您能要我的命，是我的荣幸。那你去死吧！阁主，你怎么把他给杀了呀？我不光要杀他，我还要杀你。为什么呀？凤运阁成立的时候有一条规则，不允许恃强凌弱。你贵为城主，联合右护法对普通人进行欺压，理应该死。不，阁主，事情不是这样的，都怪他周家，是周家他们求我联系右护法。其实我是不愿意的。阁主，你饶命！阁主，你饶命！阁主，少废话，去死！右护法近期正在谋反，企图杀了我，霸占阁主之位。今日他被杀死，正合我意。店主，我风运阁右护法虽被您杀死，但是他犯错在前，理应被杀。我们还是得感激你，更要为风运阁对您造成的打扰表示歉意。阁主深明大义。店主，我风运阁无意冒犯天龙殿，今日之事就到此为止，我先走了。若日后有机会，我们再好好商量。好。绝影，送一下阁主。是，请。阁主等一下。阁主，我怎么觉得店主和这照片上的人那么相似啊？老婆，你还好吗？没事了啊？不是很像。算了，我们还是走吧。等一下。等一下。阁主能否把你手上的那张照片借我一看？不好意思，店主，这照片乃是我心爱之物，不能随便给他人，还请见谅。不是这样的，我是感觉这照片上的人我无比熟悉，你就借我看一眼，我绝对不会损坏的。那请店主好好爱惜，不要损坏。你为什么会有我小时候的照片？店主，你在说什么呢？这怎么可能是你小时候的照片啊？店主，你一定是看错了，这是我哥哥的照片。自从我跟他走散之后，我身上就只剩下他这一张照片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找他。素素，林素素啊！我是你哥，我是你哥林阳。你是林阳？你是我哥？对啊，素素，你还记得吗？那些年我们流落街头，有一天我上街给你偷2个包子回来，我让你在原地等我，可是等我回来你就不见了。我一直在找你，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啊，素素。哥，真的是你吗？我当时要去找你，可是我迷路了，我实在是找不到你。谁曾想，这么一别，就是这么多年。素素，我都长这么大了。哥，我终于找到你了。我们回家。来，糖糖这边。爸爸，来，给你要的烤肠。谢谢爸爸。糖糖，来姑姑这边。姑姑，
你是姑姑？妈妈，姑姑是什么？姑姑呢，就是爸爸的妹妹。今天有件特别高兴的事情，爸爸终于找到自己失散多年的亲妹妹了。是啊，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我终于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哥哥，而且我哥哥还娶了个这么漂亮的嫂子，生下了这么可爱的小公主。走啊，咱们回家。今天晚上多喝几杯，咱们一醉方休。一醉方休，一醉方休。